一句喝高了就想走人，你把哥几个都当什么呀？那哥哥你想怎么样嘛？这么多人在，你不会欺负妹妹？学乖了啊！晚了。哎，喝完了，你走；喝不完，跟我走。苏妍希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贺振东，机长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要去上班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啊，那个车钥匙我拿了。哦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我那个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的。还是等你回来之后再说吧。好吧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伯父，长城这儿的点心做的特别好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吧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熙的信息告诉我了？伯父，长城这儿的点心做的特别好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吧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熙的信息告诉我了？伯父，你忘了，上次是你主动问我锦溪的情况，我才告诉你的。你这么说太伤人了。哟，当面说谎话是吧？否认是吧？那既然这样，咱就没话说了。就你这点伎俩啊，在我面前嫩了点啊！哎，伯父，你别发脾气啊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先坐下，先坐下再说嘛。行，我这个人呐，不喜欢绕弯子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伯父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有关锦溪的情况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想问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对锦溪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行，姑娘，你呀够狡猾的啊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人，知进退。哎，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，就听你这声音啊，还有你这个身形，我真怀疑呀，你才是真正的贺锦熙呢。真正的贺锦溪，伯父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贺锦熙是假的。是假的？啊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针对贺锦熙？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告诉你，顾家那贺锦熙假的。苏妍希那个小贱人怎么好端端的让这个老家伙发现了？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，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，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嚣张。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你了。我是针对贺锦溪，
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。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，他肯定抢啊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？行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熙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？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，真跟我想的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熙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，想多了吧你？伯父，我就是好奇，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好看，就是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好呢？嘿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哎，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。小薇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薇薇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薇薇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1:5:10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3天3夜。但是今天薇薇女神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你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骗人的是狗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大餐别忘了啊！大餐别忘了。柱子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。伯父，哎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个送送啊！那行，走吧。